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贪吃的 Pinky。Pinky 是一只小小的粉红鼠，它住在一个小房子里。小房子不豪华，也不新，但里面干干净净的。房子的一边有一个小小的床，另一边有一个它最喜欢的圆形跑跑轮。每天早上，主人都会来，主人会轻轻地说：“早安 ，Pinky。”然后放好饲料、水，偶尔还会偷偷多放了一小块他最爱的脆脆点心。Pinky 每天都会玩跑跑轮，跑累了就缩进睡窝里，日子简单却很安心。只是有时候 Pinky 会停下来想，如果点心可以再多一点就好了，如果不用等明天也能一直吃就好了。有一天傍晚，窗外传来一个低低的声音：“嘿，小老鼠！” Pinky 吓了一跳，转头一看，房子外面站着一只橘色的大猫。那只猫笑得很温柔，声音听起来也不凶。你每天只吃一点点，不会觉得不够吗？猫说。Pinky 眨眨眼，没有说话。猫又说：“我知道一个地方，点心堆得像小山一样，不用等，不用问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哦。” Pinky 的心咚的跳了一下。真的吗？他小小声问。当然是真的啊，猫点点头。你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，太可惜了。那天晚上 Pinky 怎么也睡不着，他一直想着好多点心的小山，不用再等的生活。月亮慢慢升起来，主人睡着了，房间很安静。Pinky 终于下定决心，他对猫说：“好，我想去看看。”猫轻轻推开 Pinky 的门。开门那一刻， Pinky 有点害怕，但想到那些点心，他还是走了出去。地板好大好冷， Pinky 第一次离开小房子。他转头想问：“点心在哪里呢？”却发现猫的眼睛不一样了，刚刚温柔的笑不见了。原来你真的出来了，猫低声说。Pinky 突然明白了，这里没有点心小山，只有一个陷阱。他转身想跑，可是太慢了。就在那一瞬间， Pinky 看到桌子边有一个玻璃杯，他用力一推，玻璃杯碎了，声音好大好大。灯亮了，主人的脚步声来了。
怎么了？主人惊醒，猫吓了一跳，转身逃走。主人看见发抖的 Pinky， 立刻把它抱起来，放回小房子里，把门关上。Pinky 缩在被窝里，心还在蹦蹦跳。他看着跑跑轮，看着装水的碗，看着那个不大的房子。第一次，他觉得原来这里这么安全。隔天早上，主人一样来了，一样的饲料，一样的水，还有一小块脆脆点心。Pinky 慢慢吃着，这次他没有急，他想着昨晚的事，小声对自己说：我本来就有吃的，有人每天照顾我，晚上也能安心睡觉。可是我贪心，想要更多更多，才会被猫骗走。如果不是有人发现我，我可能就回不来了。原来我早就被好好保护着，只是我自己没有发现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话，听起来真的好棒好棒，像是有好多好多你爱的东西，不用等，不用问，想要多少都可以，一定比你现在的还要好。这时候心会痒痒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啊，如果一件事情听起来好到不像真的，我们就要慢一点，停一下，因为有些事情开始看起来很好，可是后来可能会让你受伤或遇到危险。不是每个对你笑的人都是真的想保护你，不是每个说我带你去更好的地方的人都是真的为你好。你现在拥有的也许不多，但只要你很安全，身边有人照顾你，那就已经很重要了。想要更多没有错，只是如果一件事让你心里怪怪的，记得慢一点，找大人说一说。愿意保护你的不是最多的东西，而是那些每天陪着你的人哦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